今年的头一粒风台正在形成，要若这风台路线会安怎行，各国的预测拢会小可无共款。其实，伫咧10天前，欧洲的天气预报中心都有用 AI 来预测风台的发展，其实嘛不哩啊准。所以，即嘛学界认为讲 AI 未来会当成做气象预报真重要的参考。 今年第一个风台乌蝶可能伫拜二到拜四生成，目前各国预测讲对广东、沙丁东的几率较大，未直接影响到台湾。拜四了后，外围环流有机会为中南部和华东带来雨势。民间的气象公司观察，这个 AI 模式大约伫10天之前就预测到风台会对南海生成。AI 的预报来看的话，大概在1个礼拜甚至更久之前，我们就已经有看到这样子的这个预测趋势有出来。那反而是以往传统的物理模式，在过去的这1个礼拜当中，它的预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调整。气象署表示 ，AI 气象预报模型是对大量的历史气象资料当中学习，找到风台刷叮当暗中的规律。去年开始，引入 AI 辅助，快预测风台3天到5天了后的路线，准确的程度甚至比传统数据天气预报更较悬。这也让气象署风台预报作业参考各国预报中心、全球和区域模式，或者预报系统统计上可视预报以外 ，AI 人工智慧也是做重要的参考。以去年的使用经验来看，是各有优缺点。凯米台风为例，没有错，的确 AI 模式它是在比较早之前就模拟出接近台湾山坨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导引气流的这种台风。其实物理模式还是在路径预报上是比 AI 模式更好的。AI 提前掌握风台路线，去年的强烈风台 KB 就有例。7月25，风台中心对宜兰登陆台湾。7月20 ，AI 模式就预测到登陆。来看同一个时间传统的动力模式，此当时预报路线是偏东平。专家认为讲，以目前的经验来看 ，AI 确实会当和传统的模式互相帮助。AI 的优势是在于对于那个大气流场，它掌握度比较好，所以台风的移动上面，它的预测是比较理想的。气象署也分析讲 ，AI 对风台路线将也较袂歹，不过也毋是准。亲像风台的强度，也是小范围地形的效应 ，AI 也无法度精准的掌握。各个气象预报拢毋是干那挖靠一个模式，有关需要综合整理了后，由预报员来做出专业的判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